许写到王永昌店里头地书信。王永昌无信，白发财哈天我发黄财，得是现在让西江一再公过，切，一度来要离来要当我朋友，那是个啊。说不大声，笃定放心，西江一路来要当我是要好弟兄，侬呢摆出来不成问题。都是说不大声。上海话自家人，边浪向一个朋友等子半日，啥人么底下人阿西，一直也想上来讲闲话，没机会。现在前腔改一个段落，那么我个闲话还搞上来，英哥哥来了边浪。有话，王永昌想赶忙头的玩出腔啥天啊？有话，那阿爷们把人家许相公，俺吃点心的人，我晓得三句不懂哈那句，呵呵，啊是，一打打这个点心了，哎哟，我有我啊，看见办法在拉着过来，要求认真。一个人在不知点心俺吃过，分吃是要头皮我。哦哟哟，那这个啊！说不大声。这话说实在，老糊涂年纪大的，你原谅我也你一个老子来俺吃过点心了。但你妈妈确实分吃过来，但是如果讲起来了，带有点难为情。这个让我讲闲话来走个尾巴。说不大声。想小什么福中，还不觉得寂寞啊？这个现在肚皮里还分各大肚皮哦。是的。那么谁是分吃了？这个呢？分吃了，分吃了。王永昌想我当时来这里带还是个闲话头，讲闲话是俺有话。阿西啊，你俺听见别人讲包发财许相公分吃点心，你当我动动脑筋，忙点啥么子把许相公吃？哦哟啊！你打侬商量嘛，侬满肚皮才是鸡叉。你弄得三个诸葛亮都阿哥，那么听听你，上去的忙2块鸡蛋干搭搭，肉是鸡蛋干不吃，忙2碗肉面，金汤硬面硬表面筋的我还不要吃，那么忙2只汤头吧。那个汤头会得擦屁的。许在边浪向听不懂，你都两家头啥起三个是相声哇哈？好，那上面当养猫儿还养猫儿不吃菜，你到底也想冒啥个点心把别人家吃？你别烦。许相公包发财，今朝有话，难得要亲力到苏州吃点心，你记了，要荤搭搭，要热咚咚，要汤落落。好，那个来。啥么子啊？哦，侬又不是马奶，侬是那个老板，那是个个点得了也么混搭搭，也热咚咚，还也么汤了。哎呦呦哇！侬想啥子？我晓得你想得出，那，哎呀，去海2只馄饨来吃吃吧。你聪明，馄饨嘛也是混搭搭，热咚咚，汤落落。好个，有话听来还馄饨，有话，你还是要吃馄饨啊？啥天你吓死我哈？啥天？你随便那哈，吃不起个。王永昌个脾气，巴西在没退。王永昌是表面上上面上要装上面，撑上面，面子要足。等到人摆脱出卖的，哎呀哇，发个手是这样个家伙。啥个事体嘛，侬要当来讲清爽。啥个名堂了，完了完了，不是呀，你不讲清爽，你也把侬吃耳光个呀。还是你晓得个，苏州城里人啊，统一报告，才是5栋的7只馄饨。啥么子啊？5栋的10只，对，我有5栋的10只馄饨，那么现在谁拉前地汤刚开一般新开馄饨店，老板黑心黑心，要么7栋的10只馄饨。我当啥体？你完了完了，谁为搿个一点点？我王永昌开起一盘店一盘行，
多几个农地实在稳定吃不起。我们今朝羊毛毛钱更多，嘿嘿，谁要吃新开的切农地实在稳定。好的的那老板跑的都还是想领的，帮我打只麦子，别人讲还是运动的实在稳定。那么有啊，上去的侬还要去喊个1000只稳定来吃吃吧，像那个吃老样，他屋里像马桶摇花花的，而是你两高头1000只吃到了，非涨死他个，40只够。哦，你那是干的，侬开高头都，你那水脱是干的，侬再水脱的那高起的吃里个100只吧，别烦着，高呢10只，50只。哦，那整个起2-3个，侬水脱是干的，那高上去一脚，侬再水脱的，那再高起的吃里个不10只吧。那但是我当我做生意的哈，是个，听好，再高10只。2头吃60，多一只，我黄永昌不吃。60么是60，好哟，262，啥子吧？啊，现在也是块细脚出版，现在最近让侬靠一个铜地60只，2铜地10只，262个铜地收下，那么阿西呀？拿脑子铜地去海满60只，你也纳税，你只海50只。那不怕农家，你有办法个？你有副业法，带啥人去练文登的师傅啊？带你去瞎排队，新开文登的生意好，阿是最大啊后头在我给3代练文登的师傅，侬找里了收文登。哦，要说你整个辛苦干后躺躺的，哦哟，侬当然考，啥天。说年呢，刚青年在哪搭子给他的理想了？出去，不是呀！侬看你整个作业呀，你番凶呀，侬当你教材一番，我随时神啊大升到黄公厂店里向3年级阿西。哎呦，黄公厂大老板一般低一般好。哎呀，你老板店里向人水多，1000打800只稳定大不想，啥天天害得这个多，你今朝啪我马屁多2只稳定帮的。哦，人多但是多干。1000打800只得来着，那么今朝还计划，今朝先还50只，那要么1000打800只，要么50只，到底呢？不是先上米大呀，喊个门子都海的，那都是他新开的一个稳定携带正作米大哈，那么侬讲啥？哦哟，忘记他的，那些句呢？来海稳定高山不到，我趟路忘记的要，我想你教一招。那么看到老板黄永昌本来不教个，搿只趟路教把呢，都按前头要来还个，你别来，阿先生你来还要抽班个呀，做啥？5铜的10只，我讲7铜的，老板规章我喊60，我喊50只，啥地方来？不是呀。侬不是吓你，侬个人欢喜先打你讲清爽。你油王店里样子一只大糊涂个老黄狗，看见陌生人一眼胖，那个进来眼睛熊红，像啥得个狂犬病是不得了个，把你眼上一看要死脱个。你别吓我，眼睛熊红，这个狗发生是要狂犬病，随时要随你别来啊，侬来玩，没哈？那么我叫爸呢？50只稳定，汤路也是个高，是个有，不是大稳定、中稳定，下去嘛一个地头。阿西林那只汤路，从里向走下个最大天井里，也是块50只到60只到还太白点的嘞，都进去挂进帽子也讲我烤油。哎，这看见给他老板天井里向个6片里，说下个台币。做3C稳定，搿小出来出来屋上看500人，抓到一把台币往正里向，他一刀，前脚把个老板打出来，小出来推台币，错不了再起来把人家装到上面哟，推子把人家台币为例个说法。哎哟，那么灵作，7铜的10只，台币搿样对了，笃定
大胆里向有话，那多请用文灯吧，来着呢哈。王永昌辣动南京的写出了今朝一位考语，那才是五动力七动力，关照虚线。小雨在旁边靠背上坐定，水里向吊竿拿起来。哟，七动力实杂也多，搿点台币也少高的，非得阿西去推得来的呀！哈哈哈哈！老主管啊，什么大神？那边先看你阿西，手最慢对得住，三线稳当，来吧。是。冰到杭州牛粉好吃。哦哟！来。既然喊得来只饭卡起子，菜拿起来嘛，就你得吃没吃，我也十分点个。别摆到人家搭得来狼吞虎咽，像啥抢的啊噻！一看一扎，马正直播的枪，呼噜。这个小猪毛毛啥个，稀奇的了，吃一扎，搿我不好说。你吃一扎，搿么我吃4扎，前吃一扎算5扎。菜拿起来，拿点馄饨，呼噜噜噜。这一菜，哎哟，该赚多少点子？3扎，马正直播的香，呼噜噜噜。真高，一扎比3扎，搿么我吃2扎，实际么各吹10扎，马正直播里，呼噜。一菜，哎哟，该赚是5扎菜，管理，呼噜噜噜噜。王永昌想穷要吃点汤吧，各吹15扎，马直播里呼噜。阿西拉旁边一看不灵光，说听，来着那手稳当我。王永昌阿手，不手不叫王永昌。这个朋友刮金帽子做得出个，今朝关站呢还60扎，5不虚线，你定期拿只青边豆腐，汤炉里向一扎一扎吃，吃到最后，还有60扎，5不吃上午，该次办法的。实际拿出来数，难为人心里想拉数，5扎、10扎，刚吃到15扎，把个阿西往浪一上，你一哈，也西瓜刚吃数到几扎，把你弄得忘记脱。先那个吃了，把人家吃馄饨，吃得蛮好，味道不错，难等了往浪说，不是要有话，为子满水汤炉官司打得几个漏斗。一只汤炉能10几活动的，叫长气不长财，别烦着。实际你当我做桩事体，有话已经准备40礼物，你两银子，你马上开后门，以最快速度。当我到西江，一山公姑一度来要里来要得去，你到底说，许相公是你有话的儿子，从今朝开始，我王永昌担保，从西江一山公姑到我大圣堂有了。有啥事体我负责，晓得这样，搿么你多吃呢？你去哪？阿西想你多吃脱我汤炉坏脱么不会穿板呀？你多少吃？不要烦，你还是只汤炉不要紧。你后门去得快点，我到许相公吃得慢点。你办好事体回转来，汤炉坏脱凉吹吹，搿么你都要等我搞。阿西觉得在了，发开2腿以最快速度。脚跟回到屁股了。王永昌等到阿西把馄饨吃脱，你手到最后就说奇怪，你前吃60扎，呀，那里分考语，不是阿西的个性。哦，上趟把我去逆光，好性子，你不考我有，我1年还这样计划，所以他心里没恶心。打烂着姑娘高的太太黑文要做，好哒，我得带来着，啥体嘛馄饨店里向好，等俺媳妇转来嘛，原来水汤炉子，但门口的嘛，但不够进去呢，啥体嘛阿西讲的呀，里向也还只蛮大个蓝黄狗来呀，非我马上人进去冲出来按我大胖家哈，手里了门口的人老喊，哥哥阿西啊，阿西。王永昌到许县两家头了，谈谈说说，听见外头有人喊阿西，老实讲，说不大声。想说外头有人了喊阿西，是啊，你熟悉啊？我来去看看啥人。过来，门手去他们家头。你啥人？我是馄饨店里向伙计，你是啥人？
我给他老板王永昌。哦，王老板，你好。不要客气。你啥地方来？我馄饨店里向伙计呀。我来水只汤炉的。馄饨店里伙计。来水汤炉。是的。呵。啥事啊？你今朝买水汤炉官司打得这个路多。咦，王老板，你搿种啥个闲话讲？啊？啥个买水汤炉？我是来水只汤炉的呀。你是正宗谁人？我是伙计呀，不相信你跟我回转去问下噻。不是买把好。不是该。没哈。那么我问你，你回转去打你多老板讲，你多搿边新开馄饨店的店门，开个日家，打关个日家，还是连了一道？咦，王老板啊，你搿种啥个闲话讲？啥个闲话？你没开野餐店，你没开馄饨店，不搭嘎个话，你啥天炒你馒头呢？是了。为啥体苏州城里人啊，侪是五栋的10只馄饨？你多搿边新开店，黑心要买7栋的10只。哈10只？王老板，你做生意来实个，你现在还是卖5栋的10只馄饨哇？你多还是卖5栋的？俺卖过7栋的。从来不卖过。俺卖过一次。一大份卖过。我晓得搿个一次阿西卖拨我，没哈。搿么对不住。不应该。这当我讲起闲话差皮。搿啥个闲话呢？来进来。进来。有侬汤了。我不进来。啥的啊？王老板，我不晓得个。因为刚刚我有2句闲话得罪之你，你心里想发恶心么？你辣辣用计玩还是哈？用计？你要骗我进去玩？啥意思？你到屋里向养海一只蛮大的蓝黄狗来，我进去嘛也不会看，让我大胖，我不进去。王永昌气得在了个笑出了，卡住我个油，为了吃我馒头，蓝黄狗你拉指我王永昌。三兄弟。你不清爽我黄梅花是蓝黄狗，我3黄马不样一张。我晓得侪是阿西搭难搞。是个呀。搭难发搭搞，你等歇啊。你鸡肉铺等了海，我来拿把你。天昏带下头，茶台肚里一只汤炉拿出来。咁么你讲个，不是7栋的、5栋的、60只、前吃30、5、6、30个铜钿，每下数下30个铜钿。汤炉拿过来，那3兄弟瞧瞧呢。亲兄弟明算账，30个铜钿是不是？王老板那是30个铜钿จ้ะ。我关在阿西海60只，你讲不是7栋的10只、5栋的10只，还是5、6、30个铜钿？不对个。王老板，你做生意是中国来实个。啥的啊？你都分开60只哇？啥？还有50只呀？那，到屋里的铜钿还不难呢？我这张哈哒。这是呀。王永昌一口血血叫喷出来，血里个出来拿水把人家骂我5栋的，你骂我7栋的，关在里海60只，里海50只，我要蓝黄狗啊胖没好，门关上到里向，气得6字成功，哈哒，一个人来，阿西哈啦啦叫，搿只汤炉啊水脱也穿帮，所以炉袋一放，啥天像只狗子个？有啊，我辣辣寻只汤炉，汤炉，告诉你听，谁知其在，那么穿帮哈，先那个出了，别人家骂我5栋的，你骂我7栋的，关在那海60只，那海50只，蓝黄狗啊胖，还是你讲，那么细夸，3桩案子侪曝光。我打来讲，今朝不可虚向公面上定睛眼光靠来呢。王永昌门开门进，这个恩也归了许先身上，让你阿西打爆发在许先家旁里。下趟我给他大声当谁等得上？快点瞧瞧许相公，瞧瞧许相公啊！是个好事。我们呢，刚才关在那西江一路来要李来要搭去办个事体，安排妥。西部北下，李来要难说。那到李来要讲李来要许相公是你有话个阿叔，错不啦？阿是，把你好滚脱的，写出来。于是呢，那么我说有啥个切磋你问，啥个切磋你问，有啥个实磋你问，与你有话负责。那么个李来要带买下个40礼物税进去，你俩银子谁不肯税？你都说他。我不晓得伢人，搿你俩银子装上面你不管税，那么侬哎呀客气，但是的，
那么我王秋是不管在里水，你王秋是不服干薪水，我再三再四管在里水，你再五再六服干薪水，我再七再不管在里水，反反着，再难，那没办法不落到句下来。王永昌龙福东啥天要句下来，啥天啊？那是离来要那个人领不清。你还晓得那你俩人子付水进去，我们把你俩人子抓捕的，哎，那么你打领得清，马上你俩人子水子进去，那不能是个的抓捕的。你还晓得那紧张你俩重要要说他你俩，隔壁站路打分手啊！王永昌想我完全是不把你考虑，考虑小事体，爆发在来是大事体。那是管师傅大神，你刚才阿些我才听见的哇。从今朝开始，你谁了？这话说弟弟想笃定要了。多谢师傅大神。王永昌想，爆发在身上是阿哥新郎小，你到底有句话本事，不句话本事，怎么啦？我要试试呢。那是管既来之则安之。好吧。那么哎呀，当然我的殿堂里向去白相相。阿说那张纸簿真的会讲的，怪在我到我的店里向去白相相，店里向没啥还白相呢。别说得过啊，害我出去，谁才看我做生意。那么我下来总归店里向做伙计，那出去，苏大神，请呐。老是过请，你请我请往我的殿堂。殿堂里向有温国秋水4个先生，搿4个先生正宗爆发的。那现在到王永昌店里向弄得泥路王开饭店，500小举上大门，所以说王永昌待人这么不得高。爆发在怀里妈妈里，你把你多3银子当小伙计，搿个人是有自尊心。你正宗爆发在你当你小先生，世界的那么呢，串通一气，张气不张财，搭里切，努力搿边新开的，从大圣堂开出来，这点爱的怪特子拉倒。4个先生看书，扎起，看样眼，来生意出人家卖的侪等等，那么不灵。其实王永昌晓得。你晓得我个生意发了个办店，我辣行里向做批发，我觉得你都日日当我开出来，夜里向打烊，把人家办得来。哎呦，王老板，那边行另个反反，隔壁卫浴办店黄金拉皮，所以你晓得你都辣吃，分出来做去。但是现在导致拉如果办法再打出去，看书，扎起，看样眼。我老板是管好。还是不管好，管老板忒凶，不管店官忒松，咁呢，打上再好。所以门开买进最大青龙马被告状瞌睡，我的4个先生一听老实个声音，接得半死，要叫拿本书往正巨台洞里一塞，2个先生农夫上去呼噜噜，往巨台洞里向一扔，翘起后浪腿，面孔长得凶恶。高起高眼辣外头等做生意，王永昌打出去一看，侪是钢枪装出来，也非要去说讲他。这个4位先生。哎呦，老板来着。王伯伯。喂，你那叫的王伯伯呢？你姓王还是托人托子王伯伯了？没有，让村里面头子喂。王伯伯还有啥吩咐？老板还有啥事体啊？4位先生。哎。今朝我要带你到家长个办法的。办法噻？你杭州。阿哥家人得来，阿哥见各位小伙子，一表人才，姓徐名谁，生日欢分。哎，你到杭州呀，搿些辰光侪是爆发在大先生，叫陈三公。哎，3代祖传有本事。那么当我店里下来，专门挑我发旺财。通过4位先生多。原来今朝来这个办法在小先生。这个桩事体。哎，放心。王老板。哎，王伯伯。那边店总归摆了你身上玩，拿你身上手。王永昌想，我发出来真要帮多手讲他。还有啥现在办法再来，天我发旺财，那是管。速度大神。这个就是大名鼎鼎。温国秋
是。许是一看嘛，搿个4个先生唻，名气蛮响的。搿么将来唻，等辣店里向做生意，总归我姓啊张哥，我来当上张好吧？说不定蛮客气搭档来。我但是说，原来是4位先生，将来为爷请张哥。哎呦，办法才好，最来不敢当，请在。好是。王永昌有什么？啥体？我家里出来，随时也家里做做生意。乃许些正宗办法才流难下来，本事一般性。将来就皮头铺给滚蛋，谁家刮成帽子？老主管，你既然来着，刚才到店里说才回军，这话说张王该有别张手手，你不想一想？是。4位先生，20位啊，搿是啊，王伯伯这位啊。王永昌回到里向，阿下有话，带我到外头去。我这次之后归在许相公上去做生意，你这方看你到底有叫本事向我回答，有嘛说？阿西归在里听别家推看起劲，等那青龙马背看许仙走，不晓得许仙上去一举生意一做，嘿嘿，把人家马山门的生意做到这一时，屋里向530人还要来出头把牙吃。阿西既然又快到里向到老板一讲王永昌眼头，阿哥家上得来是正宗包法的。怪在阿西，当我做3桩事体，第一桩事体，当许相公果然搞往2身上奔行头，人类体会。所以怪在4个先生上东街2个先生让出来，到上西街4家头嘎嘎，上东街侪是一家头，让许相公说。皮头肉子长子侪要新的，阿西全部弄好事宜。第3桩事体，当我去喊5两8钱一桌棺材，我要请8发财吃这风水。各种待遇，刮金帽子从来没办。4个先生昨日本来2个上东街，2个上西街，现在4家头上西街。天热，房间里热得像烘箱子个。阿西哈得打里多关系不灵，等到房间里向上东街出清爽，皮头肉子装置侪是新的，高尚侪是离开家具城随用木开黄洋去运得来，扒进去。5两8钱一桌棺材，客堂间里向放下许相公。是。女娃亲自5两8钱一桌棺材，请来下来吃这风水茶。来了。许仙。5两8钱一桌棺材一吃，王永昌在面上连连称赞。老实官，师傅大人，包发财先生明白虚柔。是的哈。不要客气噻。阿西才当我讲，我个人呢，做事体清清爽爽，虽然当你说实道理，这个你等了这话说店里向要了，我还付还贷款呢。1年把你40两银子，你看呢？哎呦，爹说忙忙，搿几炮头都不走。啥子嘛？我们辣杭州来爸爸个店里向1年赚12两呀，但是收据你看啊，非子赔财不知为，多谢师傅大人。法官还高？哎呦，法官为还高啦？给力！把这母子难得趴里头，吃好弄好，关着阿西对灯笼送许仙到上东街。阿西打进上东街一看是不得了，许相公啊，你看该搭侪是新的。是啊，你弄得像大族亲自家子。哦哟，那么侬还要去睡在这呀，困觉庄。好哇！让阿西不认真下来。那么许仙过来，房门关关哈，回过头来看嘛，哦哟，阿嫂对我说的哈，你看搿只房间里向高尚呢，侪是新毛起来的，皮头肉子侪是新的，门门香喷喷，过来嘛，上衣浪向一手。头抬起来，对着墙头浪向一看，哦哟，看觉得啦，回过还4大美人下场。看见4大美人，没想到自家高3把娘娘子。哎呀，我没得知师傅就来着，现在辰光总算回海，让阿嫂店里向做个伙计，我高3不抓晓得了喂。如果你晓得我带子师傅就摊过饭，做过比赛，你还有伤心个？想到高3嘛，挨不来。对神蛋们，吃呀！
温国秋最4个先生本来心里想气得半死，夹了茶水间一份困肠，夹开一杯杯杯，写出了半夜你三个老气，气啥个名堂？问啥？郭先生，俺听见些许老气，听见过后蛮灵灵，还是做篮子只残疾老气？哦，你非手指不是该啊？气就是高主，让三高步在。也是夸你才有高主，那你不起也力气。哎喂，半夜你三个气得后妈根根竖起，短衫裤子在荡空。搿气等就困也困不着。阴水水，那么哪呢？我来，小区啊！怎样？太平地汤吧，门在也做暂时干。哦哟，哎呀，许先生对个是我不喊，啥天么辰光不在这个，刚开这个杯杯，世高头也困开这个，还在的困吧。咱就马上皮头东西一走灯，噗，支一支烟，不晓得哪夜想困啊，哪困得着呢？飞来飞去嘛，实在挨不来呀！是呀，我话龙福东这个魏夫人啊！哦哟，我气我的，与你们有什么相干？你不是龙马才听见呀？哎，是呀！问啥？郭先生。不来的，那是孩子发给你金子不哈？不是瞎讲，3日天气半夜把你气杀脱一个完结。跟就我困得着个了哈？啥个？那我到老板第一间。我去那边去啊？废话啊！出来跟，明朝白人家才去做生意，你到王永昌第一间。王永昌说啥体？老板有桩事体到来讲。啥体啊？那许仙叫咱得来办法在你服帖，哎。有个欧麻病，你也晓得？啥么子啊？啥个欧麻病？半夜你三家会得气呀气，哎，力气到那清酒说台里，你是高头昨日天不亮也做战事，这个气下去你躺得了个，你也到你讲今朝不能去，哎，再去你不做战事，我晓得，我对老子过办法才好。你读4个先生了前个，你算代表当我来代，我要努力读一路推躺平。郭先生，老板，你讲你拉着过气，嘿，气得你后妈根根竖起。哼，我当你讲拉着过气，是我关照你气的，你关照个？哎，我说拉着过你想高步。日里向殿堂里向哭，乃为人小伙子，别人家看见算啥名堂？放到夜里向去，实让通通气，免得上隔气病。嘿嘿，那么我还晓得，你当我提意见很正常，因为收据也在地，也在行，不是我大声堂这样一般。你有什么的吗？你可以自由。夫人要回对我生意，老板你算错的，你当时你对写出来有意见不是个，你想你到我，你是为此在工的办法在年纪轻，实际晚上去也气出毛病来个，那么你老是讲3日天把你气下来，你也会得自然成习惯。实体去，蛮好，今朝夜里老是过去，你到屁才不能放一个，晓得？有手，温上一口气闷出来。我不要吐血在，哪来？你还晓得我到个老子去？第一件里啥对我呢？那哈，老子过，气是王永昌关照里去。真假？啥个日里向发下去么？放到夜里去，通通去。我关在那边去，免得上隔气病。啊，是了，你到清酒台里，而且现在血水是红卡了嘿。你还晓得后水来顶下来？哎，说素质也在低，也在行，不是我这个王永昌一般。我有副灵光哇！要学我生意。哦哟，就是哇哈，搿么哪能哈？真不是呀。搿么没办法哇。放！哎，王希望吹牛吧？咦，你倒肯帮我忙？你们总归帮哪个哇？没好。哎，今朝夜里向你实际接出来啥东？哎，你再一去，哎，你也不客气。啥的？我们到你两高头接龙，你到两高头抓相机，大家来拍，来拿，大家别困，拿你个五缸，我老去一袋水。火等到打烊，4个先生很伤心，该打的山东该虚心，你到陕西该旗帜摆好，摆龙好，等来哎呀，去，虚心也也去，当然也去。
日里向做生意不觉着，夜里向回到房间里向受得有义气。遇到一来子呀，现在辰光摆在窗盘跟水，嘎，窗盘打开，心里向难过。去呀！写出来打石头一样子，为啥？哎，开始。来呢？起喽！元帅，意思。你哪有意思个叫1、2、3、4离了一代。你还会得打包个？来娘写出来，来再起呢？我气我的，与你们有什么相干？来舒舒服觉得你自家的龙福过来了。好呀，气呀！西瓜个写出来，那也气一下神经病哇！介绍奇怪，这个人叫心心相印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那许仙辣辣苏州气呀气，白娘娘杭州辣辣湘南小姑人，那么要带着小亲亲搬家到苏州，无为介绍。